世界万行来，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讲到拜四，就开始有冬至圆通好食。冬至圆、人团圆，规家伙啊健康爱注意，唔那天寒死亡风险加4、5倍。啊个囡仔顺时啊，老大人嘛爱说哩，青年壮年嘛爱看即集。咱今仔有福建师、家庭科的小儿科医生、心脏科医生，拢要来甲你讲详细，真足快。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仁濟院總院長、前衛生署的副署長李龍庭李副署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咱張家病院血管外科的主治醫師郭朴仁郭醫師。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英仁任醫師。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咱物理治療師陳昭仁陳導師。主持人好，大家觀眾安安。那首先呢，咱就關心到哦，這禮拜吼啊，佫要再寒一擺。頂禮拜吼寒的時陣，大家都死死陣。啊，天氣真冷，民眾啊愛注意家己的健康。這兩天根據着各地的統計啦，有接到100多件送去病院進前就失去了性命的這個案件，攏是因為吼傷寒來造成的。那馬仔拜三，吼啊，佫有真強烈的冷氣團會到位，鄉親就愛穿個較少、透早起床來添衫，來注意看。寒流過了後，市民趕緊去氣溫看賣，因為在寒流來進前有用新的設備，把溫和少的空氣拍落水底，讓氣溫的水溫度較懸，讓魚仔順利度過這波寒害。沙巴若是水溫若是10度以下吼，就會死啊！哦啊，伊這目前拍這個記錄吼，我家己有16，早起就有16度背，哦啊，所以伊會脫過這死亡的這界線。拜一日是溫度回升，不過拜三開始會有強烈冷氣團到位，佫會變天。氣溫從週三開始就會逐漸的下降，那預估在北部地區的低溫大概是就介在10到11度左右，那可能到了週六、週日的強烈大陸冷氣團的一個程度是有可能再提升到寒流的一個等級。氣象局分析，根據目前的觀察，拜三到位的冷空氣水汽較高，會較潮濕；拜四到禮拜會較大冷，拜六禮拜聖誕假期，低溫可能會較寒流等級。氣象專家分析，今年拄到反性英年，湖北極震動。互冷空氣無法度鎖佇個極區，一直向外傳開，按算一直到下年，攏可能會是較冷的天氣。不是只有台灣或是東亞冷，其實在這個美國或是在歐洲都面臨到今年入冬以來最強的冷空氣的襲擊。那現在來看的話，可能會持續到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的年初才有機會告一個段落。氣溫一個手降真濟，17、18這兩天，攏總有135個人佇送病院進前就無性命現象。若想甲天氣冷、溫差大有關係，專家提醒，最近的氣溫會一直起起落落，較燒落了後就佫反寒，儕歲人就要特別注意身體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這新聞片當中，就知影講哦，這就是說可能會寒氣到這個農曆過年啊。尤其咱看這氣象表，哇，這禮拜就隨時就拄着。是安怎吼？我請教院長，是安怎這咱台灣？頂禮拜就13度啊，有100幾件，突然間就青光死。啊，這是因為咱台灣因為是亞熱帶，所以呢較袂適應，也是講咱厝地，咱的厝體內面攏無這個暖氣，是啥物原因啊？呢？因素應該是真多啦吼，有一寡老大人可能平常時啊較無咧注意有迄個慢性病，啊，也是無咧定期咧食藥啊，吼啊。忽然間天氣熱變冷，冷變熱，安尼在變來變去。哦，所以是溫差較擋袂牢，安尼可能是安尼的原因。啊，那這一般除了講愛家己愛設置，咱哦有當時其實啦，1年1度，阮今仔開始要7月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就甲這個製作人咧討論講，啊，這1年1度啊，大家就敢若念經共款，哦，大家愛設置啦，穿較少的啦，安全都安全，啊，毋知是民眾哦。做了習慣了後，才攏袂記哩，還是講有啥物特別的原因，咱
爱提醒着这个民众讲，上无你有几项代志你爱做会到，议长你感觉？第一就是我拄讲的，无注意到伊有迄种慢性病啊定期咧治疗吼，即种呢当早期药爱摕调，嘿，早期摕检查出来啊，会当摕药啊摕伫身躯边吼，随时会当准备预防的。比如讲，小等下咱心脏科的专家会讲，你若感觉即个无啥适当，敢若是要发作的感觉，你紧甲含一粒吼，啊若无效紧送病院，迄救甲会付。啊，听后你拢无插伊啊，忽然间发生代志无呀？议长你真够，我替我来救这个心脏科的医生啊！来，关医师，你甲咱讲吼，真济咱看第二张吼，这个寒天哦，寒流寒死人啊！咱台湾哦，2021年总共21852人死在心脏疾病，吼啊，可能送去到病院的时阵，都还袂记着你，吼啊。2022年12月17、18就135人。啊，美国的国际上啊，27个国家32000万例，在过去40年死亡的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个案，9.1%，在极冷的时阵来死去，2.2%，死在这极热啦，那你甲咱讲，这有啥物征兆？譬如讲是安全，哎，你来注意，他都议长就讲哦，爱先尽疑未发啊，有啥物征兆的？是，所以你看着这数字哦，咱实在感觉足惊吓的啦。对啊，哇，咱寒人的时阵吼，比 COVID-19 还较厉害。普通人的提高警觉无毋对，啊，医生更加爱提高警觉。啊，比如讲咱病院伫顶礼拜啊，一礼拜短7天的时间哦，咱咧用的这个救命叶克膜险啊无够用啊。哇！这急诊的大火警逼破一大堆，所以这个温度低吼，实在对咱人的健康影响真大。为什么温度低的时候，血筋收缩，血压罄管，心脏被拍回去，哇，无够力。所以平常时啊，像咱议长讲的，平常时啊，若本身知影有毛病的人，这一定爱记伫心内。咱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有啥物警觉？啊，大家拢知啦吼，胸感啊扎，胸感啊疼，胸感啊敢若吼石头咧地安尼，啊，佫重要。这个地不舒服的这个现象，会走去倒位？走去咱的吼，这个拿后的所在、肩胛头的所在、手，毋是讲我咧手疼，奇怪，有当时啊，只是吼，平常时啊心脏，那感觉较无力的人，只爱提高警觉。有的人呢，伊的这个镜头，毋是甲普通人同款，不典型、非典型的镜头的时阵，吼，可能会感觉讲头较戆啦，想要吐啦。或者是其他迄种安尼神神安尼，头壳戆想要吐。阮探讨吼，你看这个讲，这个到底有啥物情形吼？我甲他看吼，可能我也搁咧经验期啦吼，所以咯，胸坎也闷啦。啊，有当时我有咧食迄个心悸的药啊啦吼，啊有当时会头晕啦吼，啊嘛真爱困啦吼，有当时爱困吼，啊这。因为这个机体吼，有当时会麻，吼，敢若足成的，就是咱咧想到说天气寒的时阵，引起咱本来心脏较无力的时阵，更加无力，血拍袂出来，拍袂到头壳，头晕目暗，对无？拍袂到咱这消化道的时间，咱会感觉讲咧想要吐，安尼戆，吼，啊拍袂到咱骹手冰冷，这拢是一寡你可能无注意到的镜头，无毋对，所以咱伫遮每年一直甲念经共款吼，一直甲大家讲，其实呢，这是提高大家警觉。咱来看头第2张的这个图表吼，我搁读一摆吼，这国际上吼，其中吼9%啦，我读唔对去吼，这汉检无查吼，9%吼，係死在極冷，2.2%的死在極熱。所以吼，冷比熱吼，佫較容易死人。这特別。啊邊仔佫寫吼，心血管的疾病和高風險的這族群啊，無運動啦，第2型的糖尿病啦，高血壓啦，食薰啦，高血脂啦，啊高膽固醇吼血症啦，啊啉酒傷多啦，高齡啦，家族病史啦，我會請這林醫師來吼，因為吼我咧想吼。真濟人頭一步
无一定知影讲爱去找心脏科医生，嘛未头一步就走去找这临这医院的这个院长，拢是走去吼普通的诊所。林秘书，恁若看到这种的，恁是安怎判断的？这是伊咧有当时人吼讲袂出声，伊嘛毋知讲，我听听，啊就拢毋对啦。你安怎来判断？啊，讲互大家来听。当然啦，看镜头的严重程度啦，吼。譬如讲，伊的镜头已经互伊安尼感觉人都无力作虚的，吼啊，心脏一直咧疼，安尼加速袂爽快迄阵，你爱足注意啦。一般阮咧医生咧看，先看伊吼，好好行路入来，也是安尼足艰苦行路入来，先第一步爱先看。阮较早的老师咧甲阮教咧讲哦，你做一个医生哦，你一个病人行入来，你若无啥知影讲伊啥物可能有啥物病哦，你差不多就经验无够，你爱搁爱读册啊，共款啦。一个人啊，足精神足好的人，无啥病的人，伊行入来足紧的，吼，精神足好的就入来。安尼艰苦甲安尼入来，迄你爱足注意啊。啊，当然我嘛会听啦，心脏安怎跳，有力咧跳，还是无力咧跳，有规律咧跳，也无规律咧跳，吼。啊，伊本身有啥物毛病，吼啊，当然血压甲磅一下，看伊血压有悬啊低，还是安怎无，迄拢真重要。啊，伊佫讲伊过去的毛病嘛真重要，比如讲伊过去有心脏的病，伊用咧食药啊。慢性病啊，拢咧食，啊，即摆恶化，病情变得较厉害阵，你爱真注意啦吼。所以医生咧看普通时啊，阮是家庭医师共款嘛。阮会普通知讲，即个人普通时就拢好势好势，啊，那其他即个艰苦，你得真注意啊。因为一个家庭医师真了解，那你的病人，我哪你的朋友共款的。所以咱做病人，我的意思是讲吼，咱真侪病人去哦，就是讲。啊！你甲医就对啊啦，你问我都总讲袂出来，我也讲袂出来。实在讲，有真侪病人是安尼哦。这医生的经验真重要。我若感觉无把握的，比如讲，我感觉这人怀疑什么病，我先互治疗看卖。但是我会搁敲着你问看，你有较好无？比如讲，有的腹肚疼入来，你哪知伊是无肠炎，是啥物代志？还是讲伊心脏白安尼，敢若喘过安咧喘。我虽然怀疑讲是毋是甲一般的感冒，还是讲得了感冒，咱才嘛会经较袂渐渐的疼啦，会袂爽快啦啥，有当时嘛安尼。但是我若感觉怀疑，我会搁会敲电话去问看，你食迄个有较好无？还是你过工有较好无？我会搁甲讲一下讲，你若感觉真正无好势，你爱赶紧走去病院急诊处，爱赶紧去。这得爱交代一句话，无有当时医疗纠纷会发生的。所以这一个医生的经验真重要。有当时你讲。咱像那老医生有当时看一个病人吼，看咧，咱1分钟就解决啦。啊，一个少年医生问一半波，问半点钟看无三无了啊，问伊嘛毋知影啥物病啊。所以这一个医生就是讲，伊像那你有当时要讲，我要找一个较老牌的医生，就是安尼来嘛。伊有经验嘛，伊知影讲你可能有啥问题嘛。啊，你若一个少年医生，讲实我咧做学生时代嘛是安尼，我较早学生时代，我感觉手安尼拽出来，我是讲，哎呀，我毋知得了啥物。一个足稀罕的一个病，我是讲迄个病无医啊，我是讲像你这种捌伤多，就去感觉真紧张啦。啊，我走去看医生，许医生甲我念了，甲我笑起来讲，你这小可代志，你等伊来你无代志，免食药。所以医生的经验真重要，咱毋是讲甲读册就好啊，读册是甲读这学文，但是有一寡病共款的症头足济，比如讲你得了流行感冒好啦，流行感冒你嘛会真酸痛，嘛会发烧畏寒，你得新冠以后嘛是共款啦。有当时的人，我讲我运动伤济，我嘛会酸痛，你要安怎分？所以你有当时这经验问看，这问东问西问，再了解你就知影讲可能是啥物问题。是。佫无把握就是追踪嘛，得爱问看了食药了有较好，也无较好。你困了有较好无？食了有较好无？迄就是咧问嘛，问较，互你较安全一点嘛，较毋免讲惊讲发生啥物。你有当时我讲。心脏的问题有当时足紧的，变化足紧的。你有当时今仔日做时啊，医疗纠纷会发生，心脏的问题足侪是医疗纠纷发生的代志。小儿科有一个叫心脏发炎的病，比如讲即摆做这新冠预防针嘛，发生迄个心脏发炎的问题出来啊。你一般的感冒嘛有当会发生，你若无注意，这个医疗纠纷就发生啊。是，即我来问这个怪医师吼。恁顶礼拜这个寒流来的时阵，叶克膜都无够用，有没有够用？但是我也是要替观众朋友来问讲，有当时咱看这个网络顶头真侪文章啦，
讲哦，你若是脚疼吼、遐疼啊，你就要注意。有当伊看过头去，看了真侪文章，脚疼遐疼吼，变做热病啦，吼，咱先紧张啦，吼，所以到底是啥物是正确的疼？啊，应该是头一步，譬如讲来找家庭医师出身的这个院长也好，还是来去诊所也好，是安怎爱来自我觉察？是，头一步上重要，其实自我保养。医生的话都爱听，咱若诊所、那家庭科，不管家庭科啦、内科啦，一般厝边的医生，福建书的话嘛爱听。无毋对，平常时啊好好的时阵吼，即个寒流啊未来的时阵，咱就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啊，平常时咱讲爱正常的生活、饮食啦、运动啦，莫食薰啦，啉酒毋通过量啦。啊，第四张咱来看第四张图表吼，医师来看阮整理的对啊毋对吼？起床的时阵人伤紧，爱落实吼慢、热、气、喘、行个落床，哇，咱平常时一出来就落来啊。是。所以你平常时啊，身体咱若拢有咧保养，照医生安尼讲好保养好，啊，寒人来的时阵感觉怪怪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即个有问题。啊，这尤其咱若讲平常时啊，家己知影家己心即个身体较弱一点嘛，心脏较无力，啊，平常时慢性病的时阵，即个原则一定都要注意啦。起床做代志慢慢啊来，为什么呢？咱温度低的时阵，血筋的收缩，血筋一收缩，心脏爱拍出去的力量爱较大，爱较大。啊，所以呢，平常啊无适应讲拍遮大的力量，即马忽然间早起要起床的时阵，哇，心脏要拍出去，无够用，哦，镜头就来啊。啊，无够用的时阵，本来心脏就小可较欠血，佮加上呢，寒人的时阵吼，咱时常袂记咱啊，袂记你啉水，袂记你点动，这第二条爱啉水。当然，因为吼寒人的时阵循环就咧歹啊，啊咱你伫个面罩皮内底的时阵吼，无想要行路，无想要叮当，循环愈来愈慢，无要去啉水，啊怎血变啊，血变愈来愈靠。医生，我小甲你插播者，是啊，有人讲吼，我着食酒助元气，啊，帮助循环，安尼敢对啊毋对？食酒若是对心理是对，啉落外爽咧，外烧咧，想讲我开始烧啊，规身躯吼骹手烧，但是吼，即款呢毋是正确的，为什么呢？这毋是正确的哦。为什么呢？酒啉落安那脱水，血就愈来愈靠。咱知影血愈靠的时阵，老了愈慢，老了愈慢。哦。别个所在塌掉咧，袂随死，心脏的血筋，即个咱讲冠状动脉管脉塌掉的时阵，哇，这就是心脏病。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哦，毋是啉酒助元气啊，互你循环更较少啦。啊，咱安尼鸡酒啦、姜母鸭啦，这种掺酒的汤。啉了唔通过分啦，食了唔通伤爽，袂记你补充水分啦，袂记你起来行山运动，即个规律的生活，原来是爱注意，唔通伤晚困，安尼。唔通伤晚困吼，所以医师的话吼，这唔是念经啊吼，这是真正吼，你食物件啦，什么要注意啦，就来请教着这咱的福建书吼，你平常时有当时嘛是会教人保健嘛吼，啊，尤其是。可能本身哦，身体已经有小可障碍的人，尤其咱即个物理治疗，你拢会建议讲在寒天的时阵，大家安怎穿插咧？若像寒天的时阵，阮是建议讲穿较济领的，莫一摆就一领穿伤少。嘿，因为安尼对阮老大人来讲，温度的调节会较慢。嘿，有当时啊伤少，哇，你穿一领尔，无法度脱。吼，阮会使内底头一领。吼，穿迄落排汗的，啊，第二领会使穿迄落较保温的，吼，啊，第三领较穿迄落袂过风的，吼，安尼一领一领穿，温度的变化，阮都有法度去改变阮的穿插安尼。啊，那安尼吼，你是毋是会当甲咱小解讲，安怎来自我伫？不管是老大人、是大人，也会当用啊，少年人吼，还是。较像阮即种50岁出头的，啊，佫会当叮当的吼，伫厝的安怎要来做小可运动，咱来小来试看卖，互咱观众朋友会当踮咧厝的家己做的哦。好。唔通讲看说哦，这足困难的，咱就唔当。哦，咱来试看卖。好。好。无问题。来，好，咱请到这个陈老师吼来甲咱示范。咱即摆手头摕的这个物件叫啥物？这叫春秋大。春秋大。啊，嘛有人叫迄个树林大。啊，树林大吼，就是树林型啦。对。
这一般这个市面上敢买得到？哦，足好买啊！你若足好买去迄个运动的迄个器材行拢买得到。运动器材行，不是医疗器材唔哦。免，这唔免加医疗器这材。第头一站，第二站是咱小等要消解这个动作是老大人才会当用，还是细汉囡仔、少年人，还是中年人像这种少年人拢会当用？各种年纪的拢会使做。哦，我那大家要注意哦，你唔通走闪哦，你唔通讲这老大人袂使哦，唔通走闪，你厝诶然后是谁啊，就叫恁老爸老母来看，吼，摸学啊摸学，好，咱头一动是啥物？好，头一个动作就是阮定定寒天嘛，啊，就拢坐伫咧椅啊，无想要叮当，吼，啊，所以阮就爱准备这条绳啊，吼，这个树领带，吼，阮就放伫咧阮骹底，吼，啊，伫咧厝可能烫只骹袂要紧，吼，烫只骹好，啊，阮头先的脚头是爱弯起来，吼，啊，过阮出力，甲这个绳啊踢出去，嘿，踢出去了，就会感觉按，阮大腿爱出力，吼，因为阮遮若无出力，伊就搁揪转来啊，就无迄个运动的效果，所以阮踢出去了，会使动差不多5秒，吼，家己算，哦，1、2、3、4、5秒了，搁揪转来。好，啊，这坐个动作就会使哪看电视哪做。哦，这袂歹哦。哦，哪看电视唔当咧坐就唔叮当啊咧。对。啊，一边爱做几届？一边差不多5摆至10摆，就是看家己的体力啦。嘿，若体力好，当然做较济摆。但是上无爱做几摆才有效。上无做差不多10摆效果开出来。10摆。嘿，对。正手正骹10摆，倒骹10摆。一支骹10摆。哦，这阿公阿嬷就要注意哦，吼。所以看电视，甭看电视吼，这边骂，看你是爱骂倒一档吼，你就用心来踢落去啊啦。1、2、3、4、4、5、6安尼。对。哦，安尼做一摆，互咱看者，好不？来。好，来，安尼踢出去。1、2、3、4、5，好啊，到重点搁有一个，转来时阵爱倒啊转来，嘿，因为你若收紧转来，阮的即个就无咧出力，肌肉就无咧出来，安尼无效果。对，倒啊出去，倒啊转来，倒啊转来。哦，这大家都要注意吼。啊，搁有一个重点就是身躯爱坐好停，嘿，坐停，嘿，坐好在。吼，因为伊这嘛会互阮就是坐好在规身躯。对啦，阿凯，你都要坐好正，才会得人听。对。哦，这头一个，吼，头一个，啊，后一个动作咧，嘛是搁是坐咧哦。吼，阮这带啊，吼，就放伫咧阮大腿的下骹。嘿，啊，举好悬，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悬度，吼，好。啊，重点就是大腿出力，打好落，打托骹，吼。啊，搁倒啊起来，这会使训练着阮大腿后壁，吼，即个所在，吼，所以共款哦，倒来了，手袂使叮当，重点是手袂使叮当，因为阮若手对咧叮当，阮就无练着，嘿，对，手安尼摕好在，好，骹出来落共款，会使算5秒，哦，这5秒不只要食力咯。还好啦。还好。阿凯，你试看卖去。好。1、2、3，要不5秒你就要扛落来。手若举愈悬，嘿，出的力就爱愈济。好，啊，你若手无举伤悬，落的力就较细。哦，所以爱做到到位。嘿，对，所以手举较悬的。所以啊，观众要注意，爱举到位，看是看放安尼。嘿，对。啊，这第2个动作。嘿，第2个动作。啊，第3个。第3个，阮会使徛咧做。吼，有当时坐伤久，脚床皮嘛会麻对无？所以阮嘛爱徛咧。吼，徛咧，共款嘛是会使看电视。阮就会使看规工的电视，啊，毋过嘛会使做规工的运动，袂要紧。是。戴老师拢有甲咱照顾着。对。嘿，因为你来。敢若做运动较无聊，吼，就会使听音乐啊、看电视拢会使。有当嘛大化水啊，你吼。嘿，对。好，啊，搁有一个就是，阮头一个手会使先举好悬，吼，啊，重点是伊这，吼，爱有迄落按，袂使零，吼，你若按的时阵手，紧掉的吼。嘿，紧伫遮，啊，你手较有出力，吼，紧咧了咧，好，倒啊扛落。手骨咧摇直无？像安尼弯敢袂使？小可弯袂要紧。小可弯袂要紧。因为阮若伸手直的话，阮即个关节伊的压力会较大。嘿，小可弯袂要紧。
吼啊，重点是爱压好悬，啊，天要管。嘿，天好悬。啊，甲细汉的牙水烫差不多。嘿，差不多。所以阮细汉迄体罚其实拢有训练的效果。拢有训练好过，是。对，啊，压好悬了，会使含阮的骹的动作做伙，吼，落来了骹对咧起来，吼啊啦，徛较在，阮会使卡着阮的骹上好，吼啊啦袂使话骹有压起来就会使啊。啊，凯，你徛看觅。我看你平衡感如何？好，老师你要干点。先压好悬，压好悬，啊，挺开，好，啊，手放来了，骹对咧起来。哦，你看，哦，来，无猜你号称咱的佐藤健哦。嘿，啊啦，无做袂到不要紧，爱顶掉。阮骹小可压起来嘛会使。哦，做袂到，骹小可压起来就是这是状况上好的时阵，啊啦做袂到，小可有压起来。有啦。嘿，安尼嘛是会使。啊，这摆练说爱做几摆？这其实就无啥强调讲爱做几遍，就做甲忝就休困不要紧。做甲忝就休困，安尼会忝袂开，即嘛？就热，辛苦等下就热。会烧开始烧热吼，安尼效果有做到啊吼。就这4项，啊，佫有无？无，这第3项。这第3项俩，啊，佫有啦。我想要甲你放心了过来，第4摆。第4项就是原来是徛咧，吼，啊，这原来掠好安挺开，吼，啊，正骹含正手做伙，吼，正骹出去，正手出来，吼，啊，换正手正骹倒来，吼，就是安尼倒边倒来，啊，正边出去搁倒来，吼，就是出去倒来，出去倒来。我爱动作较紧哦。唔免，豆豆啊都会使，啊，这是人啊，拄啊放迄个 Olivia Newton-John 迄个 physical， 所以啦，吼，嘿，豆豆啊做袂要紧啦。豆豆啊做，但是速度会使安尼遮紧。速度会使紧。啊，咱这吼，咱先停到遮，啊，咱坐等去，咱才来开始来问讲，这动作到底是为啥物？好，来先到遮。好，嘿，咱头看下这树林大，其实是有某种程度吼，他说林秘书也提出来小补者，其实吼，这若真正认真做。嘛是有运功，有比一般即个室外运动无较差呢。哦，那认真做，这主要吼，但老师甲咱讲吼，这主要是咧预防啥物代志，还是讲上基本的即个咱人体即个肌肉，还是啥物的即个方法是啥物代志，会当来不做保健？其实即个树林大即个运动，其实第一伊足好使用的，吼啊，第二伊。足好就买着啊，啊，搁伫咧厝搁袂占空间，嘿，所以我若咧教人做运动，拢会推荐即种物件。啊，第3点就是讲，伊上主要就是伊骹手拢会使叮当着，嘿，因为有当时阮做运动的时阵，干那叫你叮当骹尔，吼，啊，骹动了搁动手，其实效率会较歹啦，吼，啊，所以三即个树林大，做运动的时阵，我拢会强调讲骹嘛会使做伙叮当。因为你手抓咧，就是你手爱出来，就是一个运动，吼。啊，你若搁加上骹的动作，加起来就是规身躯的运动。啊，所以伊对阮规身躯的血路的循环，增加到效果会较好。循环。对。这我来请教着即个院长吼，咱除了用即个树林大，啊，有的时段可能就骹手就无法买，吼。啊，你有啥物建议？除了即个较积极的即个做法？啊，或者是讲，伊平常时的食食，尤其寒天的时阵，像马上当这营养呢，是会使食，袂使食。哦，敢通食，敢通食，唔通食，还是要食会使，就爱食半粒，食半粒，看到来真正心肝有够硬，就要安怎来自我来解说。这当然是要先看家己的糖分有关啦。好，你若讲糖分只有糖尿病咧治疗啊，会使食，但是莫食伤济粒啦，意思就好啦。你若讲糖分无悬啊，适量食几粒也无要紧啦。年纪较大，上爱注意就是讲你的胃有啥毛病无？胃当时做米类的物件，食落去不好消化，不好消化，搁再会较容易胃酸倒流。这种物件会较注意咧。第三，你若吞咽吼，你吞的功能无够也好。迄个软梗吞了无够好，你或者咱卡咧中间就一手好伤，因老师就是安尼食了假死。对，所以要真注意讲你有适应去食这种物件无？先想好你才食。食了后当然因为较热嘛吼，水分的加减我啉一寡。
莫讲退食啊，无食水分，你搁食其他的补品，包括我讲什么当归啊、什么艾啊、姜母啊，你食完一定要食一嘴水的。除非你有腰子病、你有心脏病、心脏衰竭，迄种的迄种水爱含到好势啊，无一般你平常人爱去食啉较济水，啊无迄个火伤落，足容易中风的。伊条你头互我一个 idea 吼，阮厝诶还佫有时大人诶时阵吼，真无爱啉水。啊，伊诶理由是啥物？伊讲啊，爱食上便所，啊，毋是要困啊，不时就爱起来。啊，即要安怎甲伊说服讲？啊，你就爱加啉，还是讲啊，毋是几点进前你就莫搁再啉水，还是讲爱安怎创？要安怎甲即个处理时大人甲说服讲？你都爱加啉水。伊若有中年人有一寡迄个干燥症、大色症的吼，迄种的人你做水大，伊一定会定定要啉水，啊，定定要啉水，咱就讲啊，放时啊你加啉一寡无要紧，甘蔗无要紧，但是要困进前，有当时啊你啉了伤济吼，会定定起来放尿，啊，你就困袂好，规暝就困袂好，第二天精神足歹，啊，就足容易发生毛病，迄种类的就除外。咱一般患者咱来讲，啊，你来当啉，若讲心脏无讲偌歹，药剂无讲偌歹，会当啉你尽量啉，一工啉好1、2千 cc 无要紧，吼，啊尽量时啉，要困进前莫啉伤济，除你要食药啊，啉一撮会使，啊你若啉伤济，要困啉伤济，一定会变遐放尿的，3点钟啊变放尿。抓一个量就对啊。对。即我要继续来请教就怪医生吼，咱有心脏毛病，有真侪人其实是。可能在你的这个医疗的经验内面，有人是头一摆来你家，就看起来就真严重啊！吼，或者是讲，伊就头一摆，伊就感觉讲，我古早就好好啊。因为像阮这个年岁吼，55岁顶下即运的，真侪人开始心脏走一寡毛病，拢去找阮心脏科的这心内这个医师的朋友啊、同学啦安尼。啊，这一来就开始问题，咱头也问过讲啊，到底要注意啥物？尤其这个寒天吼，人讲哦，这个寒天啊，这个煮餐啊，这食食啦，啊起床啦，创啥？啊，佫有其他啥物代志吼，爱来注意的。要安怎啦？大概咱这张表吼，像水身躯，那我有发现讲水身躯哦，有囡仔水到一半啊，强要休克去。啊，这是啥物事？老大人睡身躯的时阵，吼，这心脏病真侪，像阮厝内有时大睡身躯睡到一半，就去做先啊。是，现代人有这个观念啦，大家拢感觉讲吼，身体有问题，也是惊有问题，找医生，听医生安怎讲。啊，来医生遮就是，若无开药啊，这就是歹医生讲，哇，这无认真的，若无药啊，互我拢要听医生的，要食药啊。其实健康吼，毋是靠药物啦，健康看自我的管理，自我管理规律性的每一工拢爱做的代志。咱拄则院长嘛讲的，食就是爱注意啦吼，啉水爱注意。啊，咱拄则说这个教的这个运动，啊，这运动上重要呢，运动实在足重要的。运动重点伫咧讲规律的运动。长期做运动，你一个月做2届运动有效无？啊，迄实在无效啦吼。颠倒吼，有一点仔歹处吼。平常时啊无运动，我讲礼拜时啊，哇一困啊运动4点钟，安尼对心脏其实嘛袂使过头。当然，所以运动逐工半点钟的运动会真好。请问咧，若要逐工半点钟安怎运动？像拄则即咱教的这运动，真适当啊。伫厝内哪看电视？足简单的材料就做运动，所以每工30分钟的运动，安尼咱身体就健康。啊，毋若是安尼哦，咱除了讲食药啊爱注意啦，平常健康爱注意，爱做身体检查啦，爱运动，啊，搁啥物？心情要保持了好啦，心情是毋是上重要？因为呢，咱若伤紧张、急性的人，咱这个咱的册拢读过吼，这个论文嘛，甲咱讲，比较较急性的人，伊的心脏较容易出毛病。哦，做代志都要看看是。是，看看所以咱这个提醒大家观众注意的，这个寒人。咱来看这个寒天身体啊拉警报，来第7张咱来看吼。哇，这规身躯拢会出问题呢，后喙齿的心血管啦，后这个骨骼啦，后皮肤啦，后脑啦，吼，后肺啦，后这个胃肠啦，后这个身体器官啦，吼，这种种吼，这观众朋友大家看。伊若有当是吼，喙齿会发红啊，这个齿牙
是起花的发红啦。迄人咱台湾话叫做火气较大，火气较旺。尤其食即个什么姜母鸭啦，还是即个麻油鸡酒啦，哦，食落火气较旺。啊，就有人讲建议讲啊，即个鸡酒食了就金啉水啦，头仔医生也安尼讲吼。但是我头仔讲到即个后囡仔洗身躯洗到一半吼，幼囡仔红个啊洗身躯洗到一半。啊，叫咩安尼分讲啊？啊，目色乌乌啊，大蒙雾啊，拢看无。林医师，你甲咱讲，即个囡仔是安怎？是窗啊无拍开，还是安怎的这情形？啊，甲幼囡仔要洗身躯，安注意啥物？其实幼囡仔洗身躯，咱当然是普通嘛是在洗烧水啊。你烧水就是普通伫在40度左右安尼嘛。啊，你身躯爱洗烧烧嘛。但你讲洗到怎昏昏倒倒去？机会是无济啦，除非讲伊本身就有什么心脏病。较罕见。你浸伫咧烧水内面，你的血筋会变大嘛，血筋变大，血也会降低落来嘛。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囡仔的心脏病较少啦。我讲实在，毋是讲像迄老大人哦，迄个心脏病足济。我看咧囡仔，大概洗我讲洗到昏倒倒的，迄大概足少的啦。囡仔的毛病实际上是伫两个问题，一个是呼吸道哦，咱的迄个。鼻啦、牙后啦、气管啦、气部，这一种胃肠嘛。因为咱人出生就是要爱喘气啊，喘气，所以你外口的物件会输入你的气管内面，有一寡病毒、歹菌就会入去嘛，这一种嘛。啊，第二项就爱食嘛，爱食外口的物件嘛，毋是你身躯的物件，你食入去有，然后内面有病毒。较垃圾的物件，你食入去内面，就巴肚胃肠也要吐啊！比如阮兜2岁7个月囡仔拢互你讲着去，后食歹巴肚啦，毋知是安怎食歹巴肚啦吼啊，后即个呼吸道的问题啦，流鼻水啦，啊，即个鱼内面吼去照光片内面拢是痰啦，啊安尼个外月吼出入病院差不多有6、7届啊啦，吼。大病院也去，啊，诊所也去，中型的病院也去，啊，但是开的即个药啊，拢差不多。啊，去一摆心情就想讲，看有通吼药到吼病除，啊，就无法度。啊，到底即个做家长的人吼，心情安怎来排解，还是讲爱有安尼正确的对待？因为吼看起来，伊嘛是会甲你去跳讲，但是就是拢袂好。这吼。伊若讲是2岁7个月有即个毛病吼，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过敏体质的囡仔，有一寡过敏体质的囡仔，伊感冒了，会哪像咧黑姑嗽共款，啊是讲伊流偏的倒流，吼，这是足侪有诶感冒着了，伊咧是安怎人应该好啊，差不多1礼拜10天会好，啊伊是安怎拖遐久袂好？你要考虑真正有过敏，你先问看老爸老母有过敏体质无？因老爸老母过敏体囡仔较会过敏体质，在座本人是无啦。我甲你讲实在哦，迄病你爱看你找着什么医生啦？一个医生有一个医生的专业，那是讲咱只有心脏外科有啥物家庭医师科有啥物福建治疗师、迄个物理治疗师，一个医生有个专业的所在，你爱找着医生。哦，因若讲专门咧看一寡过敏气管的问题，当然有一寡病毒有那较无爱像咱顶回咧流行一个叫 RSV。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迄感冒了了，有当时拖足久无着。但是嘛，迄是愈细汉的囡仔拖愈久，但是那较大的囡仔，你若讲有当时会当掌握着伊的病症。阮这是拢看起来拢好正常啊，上去后又搁开始。嘿，我讲就是讲有一寡病会拖较久，就是安啦，迄个 RSV 迄个啦，啊，搁另外，咱讲迄个就是梅将军。感染，迄嘛毋知要咱台语毋知翻译，我看较早台语嘛无即个名词啦。梅将军，迄嘛是这8日扫，迄嘛是扫足久的啊。啊，听讲冬季啊，佫会出水珠咯。啊，出水珠嘛会啊，啊，出水珠本来是冬天本来是病毒较流行的时阵嘛。是。所以现在冬天迄小儿科生理会较好，就是安尼来啊。所生理啊，所以你出水珠啊，出水珠即摆少啊啦，即摆都水珠都医用下咧做啊。阮兜即个吼，还佫注射了，还佫毒破性，佫着水珠呢。有啦，但是你若注射，因为咱即摆一岁阵爱注水珠的医用下嘛，啊若注了，其实钓的人机会足少，啊佫讲互你钓，普通话较轻啦。
所以即摆其实是上好是爱注2针，即摆建议是安尼，你一回注1针了，伫迄个咱的迄个 CDC 的迄个建议内面是讲，你4回了爱搁注第2针。啊，其实哦，应该本来就爱注第2针，啥？你若买美国留学哦，买欧洲留学哦，伊拢爱你有预防射的注射的证明，伊其中的水珠的预防射爱注2针，你若敢注1针无合格，你爱搁补1针。是。哦，即共款这意思是讲，伊爱注2针，效果较会好。啊，你若敢注1针，有当时啊，佫会着。所以是安怎？咱即摆一寡囡仔咧，伫读幼稚园啦，还是伫读小学、中学迄阵，佫会出水珠，就是因为无注第2针嘛。因为第2针爱自费啦，自费大概就无，而且爱开钱就不爱注啊。啊，第1针是公费的啊，公费就较无要紧，就我固定就爱注啊。哎，无注佫袂使，每200迄阵爱检查呢。是。哦，啊，但是你第2针，你入学迄阵你无注第1针，嘛会当读册啊，嘛会当入学啊，无问题啊。所以有的人唔知影讲爱搁注第2针，啊，其实应该是爱注第2针。我若做小儿科的人，我若当日要入学的人，我拢甲建议讲。你第2针的水珠的预防射爱搁注一下，是，安尼较安全。因为水珠，水珠，万个你看个小弟有的人啊，出甲规身躯拢是咧破相咧，破相咧，有个查某囡仔水水啊咧，佮结一个疤咧，伊咧，家长看到会惊啊。伊也要嫁人较歹嫁咧。这家长看到会惊吼。这转来讲到这个心血管吼，要请问这个郭医师吼，即摆来讲这个青光死吼。尤其是最近啊，天气冷啊，青光死，啊嘛有讲迄个卡中风，你甲咱观众朋友小解一下，什么卡中风？卡中风讲的吼，规支骹来切掉，啊有啥物征兆会当事先来防范呢？简单来讲吼，中风这2字哦，就是讲咱血筋塌掉咧，哦，血筋出问题的中风，头壳内底这个血筋出问题，闹中风，心脏的这血筋出问题，就是咱拄则咧讲的心脏病。啊，骹的血筋会出问题无？嘛是会出问题。平常时啊，大部分的人以前拢无咧注意。啊，骹的血筋硬化、老化的时阵，内底吼，若有一天内底卡血角啊，血走袂过，血角塌伫咧遐。尤其是寒人的时阵，这个血愈行愈慢。咱拄则讲的血愈行愈慢，水搁啉少，酒搁啉落，咖啡啉落，啊，尿放一个，这水分无够，啊，怎血筋缩起来，塌掉咧，啊，搁冷落，血筋愈变愈细条。啊，血袂过安怎？血袂过，骹手就开始翻青、翻乌、冰冷，这就是骹手的中风。哦，这就是骹手中风。啊，那这进前到有啥物征兆？比如讲会麻骹，咱咧定定咧涂药啊，工具咧讲骹麻手痹，敢是这种，还是其他？是骹麻手痹当然是其中一种，但是呢，咱要注意骹麻手痹的原因足侪。这个神经产生的嘛，可能骨头产生有可能，血筋产生有可能，有当这是心理产生的，唔是讲真正有啥物毛病。啊，要安怎再分辨呢？当然找咱厝边的这个医生来甲咱诊断一下，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平常时啊，爱注意就对。啊，找出真正的原因来再做这个治疗。是。另外，要来请教这个李医师吼，咱整个当季，咱一开始就讲啊，整个当季可能会到。农历的过年吼，新年一直会高峰啊，甚至就真降价。做一个家庭医师的专业吼，你建议咱的观众朋友吼，譬如讲爱自备你平常时的慢性药啦，你若是要出去的时阵，像林医师过年嘛爱休困，郭医师过年嘛爱休困啊，吼，啊是爱创啥物代志，爱自我检查，还是讲像咱啊车来保养吼，过年进前真上车来去保养，爱做啥物代志，你甲咱发落者。一般的慢性病的药啊，咱家己已经爱传互遍。哦，糖尿病啦、血压高啦、心脏病，这药啊，大家拢爱传互遍嘛吼。啊，再来第2项就是急性的药啊吼，比如讲你若开始药酸高，定来痛风的人吼，迄痛起来是比倒咧挂更较严重吼。啊，你毋是啉了要去走去。急诊找医生，无一定找得到啦。所以你若有当准备一寡痛风的药啊，到厝啊，你若迄个镜头的话啦，啊，上届发生就是感冒嘛。感冒药啊，有当时啊，你若小可感冒要去钱迄个急诊室，人也袂晓你钱。过年时啊，大人休了了，送要甲你看这样，规啊，伊看大病就知影。迄白甲对迄个走廊去拢是人吼。啊，迄咱无必要去内底讲传染到其他毛病，咱传着一寡感冒药啊，做胸口病。啊，第4项是落屎药啊啦吼，
食到伤好，食到老食歹腹肚迄，就个老师要可能先准备。啊，那气科的我实在是吼，这一世人吼，但当了过年的时阵，定定拄着气科的问题。哎，啊，就爱走去大病院，哦，有当伊找无呢？一般急性的气科的毛病，大部分拢是讲迄个蛀牙吼，迄个周气忽然间发炎，啊，迄平常时在处理，迄无处理你家己爱注意啦。对，迄种的，迄你若无，就是伊先食一寡止疼药，甲迄个抗生素，顺便哦，万一若你有即个毛病的，你先去处理好。啊，无你吼，真正牙科差不多大部分休困较济啦。是，要找牙科真困难啦。迄个叫天天不应哦。但老师，咱厝的若有时大人，或者是有囡仔吼，就即个福建书的即个角度，身体的保养吼，咱都要注意时大人什么代志。我常常有看到有种时大人吼，伊手眼的协调吼较歹，那见摆来硬即个土豆的时阵，你硬袂起来，还是讲啊物件吼，像膝盖擦落落去，还是创啥物，还是对啥物生活当中的观察，咱这时大人要安怎甲注意，还是讲啊囡仔，还是厝里的人，你甲咱看。像阮伫咧厝定定有发现，即马老大人较定定出现的问题，第一就是中风，吼啊，第二就是失智，吼，毋知影人迄种的。啊，若中风，阮头先其实伫咧厝，含伊生活就会使发现啊。吼，有三个重点，就是头一个会使看伊的表情，吼，会使叫伊笑一下，吼，啊，若面两边感觉啊来一边歪歪，吼，表情无共款，吼，安尼这就是一个征兆。吼，啊，第二会使叫伊两只手举好悬，啊，若两只手无平悬，吼，安尼表示另外一边敢若较无力，迄嘛是爱注意的。吼，啊，第三发现伊的规个人来神神，吼，和平常时无共，也是讲伊神神已经有一段时间啊，吼，这就可能就爱紧带伊去看医生安尼。是，看有啥物问题。嘿，啊，若第二种较多讲的迄失智的问题，吼，就会使为生活中去观察，像讲啊来定定袂记你饭已经食过啊，怎搁想要搁食一摆，吼，也是讲无说伊甲迄落锁匙冰伫咧冰箱，吼，这阮伫咧生活当中拢是会使观察去。若讲即个现象，吼，愈来愈严重，就爱紧带伊去互医生看。啊，若寒天的时间呢，但气温较低的时阵，是大人的即个肌肉啦、肌体啦，啊行脚啦、爬脚啦，即除了咱头即个运动来即个保养之外，啊，得注意讲，敢若看起来办事无啥对呢？啊，这是对啥物所在通好来观察？像讲啦，有当时啊讲厝冷讲骹手啦较冷的，吼，啊你若讲会使家己穿迄个手套，吼，啊个穿袜啊，吼，会使互伊去预防迄骹手冷叽叽即个问题，嘿。这是骹手冷叽叽啊！啊，伊若是讲讲要来食补咧，食补，爱对啊，动伊去食补我啊。食鸡手就较暖心啊。啊，这敢通好伊食？食补就爱看伊有其他的身体问题无啊？吼，假使讲伊有心脏的问题，吼，像甲拄仔迄医生讲的，愈食会愈落，吼，安尼就互伊莫食较济。你叫伊爱加啉滚水啊！爱忌饭安尼。关医师也有讲吼，关医师咱来讲吼，是安怎真济即个运动选手吼，马拉松的啦，去外口啊户外去运动的人，颠倒容易成功死，但室内可能较无，还是讲其实咱看即个 case 内面，真济是室内成功死的呢，颠倒毋是伫户外咧活动的时阵成功死的呢。其实我想吼，毋是讲伫室外较安全，还是讲室内较安全啦。其实运动这件代志吼，规律上介重要。咱做任何代志，爱照步来，一步一步来，慢慢啊增加，慢慢啊减少。所以咧，对，所以我相信咱福建师咧教咱运动的时阵吼，运动毋是讲雄叫即个老大人以前捌运动过，啊，就甲你做真即个大量的即运动哦，做足长的时间，做足长的
重量安尼甲训练，绝对毋是安尼，绝对是照步来，一步一步来。所以不管运动选手，或者是毋是运动选手，你若做运动爱规律。以早平常时啊，若咧运动，毋当讲一时间讲，即马拢咧无运动，安尼呢本底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咧运动，迄粒心脏内底的即个肉真多，忽然间无运动的时阵，哇，血无够，是安尼。所以任何运动一定要规律。所以关医师，你的意思是讲，譬如讲，伊本来是即个健力的选手，还是讲真正pro级的，伊袂当安尼一岁就停落来。一岁停落来，其实对伊的整个身体的即个状况，毋是好代志。因为本来习惯，伊本身就是平常时啊爱困遮久，爱做遮大量的运动的时阵，所以爱一步一步，互咱的身体来适应。共款无运动的人，毋通一困啊就做大量的这个运动，这实在是真重要。所以呢，不管这天气是安怎啊，就算伫平常时啊天气无讲介寒，咱若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暖身，一定要互咱的身体适应这个运动的这个 tempo，然后开始做这个运动，心跳甲扭起来，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来结束这个运动，慢慢啊来安尼。所以那是咱规律第一你要规律，第二你要慢慢啊来，缓缓时。这两项上重要，不管你是户外还是室内，拢是同款意思。尤其咧运动的时阵，身体协调嘛足重要的。老大人，伊的身体协调无介好的时阵一时之间袂当适应这个运动，袂当适应这个环境。伫路呢咧行的时阵，一个石头伫遐，毋拄好去磕着，就容易滑倒。所以咧，这个爱慢慢啊，互伊这身体适应了后，才愈行愈紧，愈走愈紧安尼。是林秘书，咱咧小儿科，咱囡仔咧过年当中伊当然是拢坐袂调啦。但是即个坐袂调，四界五路去践，甲即个运动敢有相像？咱来想要讲，教伊小可一下简单的运动，互伊即个肌肉的生长啊较正常，还是讲抵抗力啊较好，这敢有帮助啊？囡仔本来就动来动去都袂收煞的人，囡仔本来是逐时阵嘛咧叮当。精神动作好个啊，所以囡仔，咱咧讲囡仔足少讲叫你坐在椅仔坐条条，伊无咧做代志，足少个。囡仔拢安尼叮当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啊。我想这活动要活就爱叮当，这本来就是人就是爱叮当的啊。咱是动物，咱是植物呢。所以你一个人要健康，一定爱时常去活动嘛。囡仔叮当伊就是咧训练伊的神经、伊的肉、伊的肌肉、伊的神经，伊咧发成长，伊咧训练伊的发育嘛。所以囡仔本来是一直咧叮当，一直咧。囡仔咱咧讲伊咧叮当，咱爱注意咧讲加入咱只意外啦，咱上惊是囡仔的意外啦若无，我感觉囡仔本来就是说，咱拢讲为什么过动症？咱有来讲过动症囡仔。大家囡仔嘛，拢敢看咧过动症，对大人来讲，伊拢是咱过动症共款。但是囡仔本来是安尼咧叮当，其实咱毋免看讲叫囡仔坐条条，袂叮当，佮家己读册啥，无可能的代志啦。但是天气冷有当时爱注意就是讲，我虽然咱即摆拢咧讲心脏的代志，是，但是咱咧讲一个气管的代志。你咧走运动咧走啥？咱咧输入的空气足冷的。其实咧运动突然间生公司啦，有一种是心脏的问题，有一种是气管的问题。迄个运动咧输冷空气，就气管会缩掉了会袂喘气。你知缩者下骨槽的人，你咧冬天咧运动会突然间下骨会压起来，压开了，但是袂喘气，转倒落，你敢知影？所以心脏是一个问题，气管嘛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咱有来遮毋能讲心脏的代志。有一寡教练拢讲你这囡仔欠训练。爱操，有一寡下骨的人，你讲叫伊爱走去运动场，爱去走几年啊？走袂喘气，转下骨压开转倒落去嘛，有可能的。是。所以咱毋通讲想讲心脏，爱去讲气管嘛冷嘛缩掉的，嘛真缩掉。我要请教家庭医师，这个心脏甲气管之外，我啥物要注意？实在是要注意太济啊咧。寒人啦老大人有当时啊。放尿的问题较重要，然后你来迄个尿布线顶大，佮血去冲伫遐内底，足容易产生迄个尿布线发炎。迄有当时啊，你
误进去哦，迄个细菌走一回就变败血症，那真麻烦。败血症啊，那真麻烦。对，所以要注意放流问题。是，好，心脏、呼吸、放流的问题。上尾要请陈老师哦，佮甲咱强调一下，厝内哦，就算讲你这树林你都袂叮当吼，啊，佮爱注意上无会当做啥物代志，起来，还是讲有人讲你坐了坐40-50分钟就爱起来一摆，还是讲爱做啥物，还是讲甚至你甲咱观众朋友讲说，啥物绝对唔当做。啥物绝对唔通做，就是无运动，啥物拢无做，是绝对袂使做的代志。这句话上重要。对，就是爱叮当，爱叮当，要活就爱叮当，就爱叮当，要活就爱叮当，要活就爱动。吼，就是讲不管如何，你这徛起来老的，吼，也是讲哦，唔通一直坐咧看电视，尤其吼过年即摆十天呢，吼，啊个天寒，啊揪掉啊棉被被加起来，哦啊足好的，啊有了就配一下酒，啊就困一天啊去，哦，这感谢四位来到节目当中，感谢。